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禪者的初心讀後分享第二集。上集我哋講到修行同埋生活應該融合，咁融合之後，我哋應該點樣行動呢？我哋習慣嘅行動模式，通常背後都有一個想要加人工啦，想要另一半，想快啲退休，想被肯定。但係呢本書提出咗另一個可能，如果我哋嘅行動係由無開始呢？呢度講嘅無唔係咩都唔做，而係一種無所求嘅心境，好似鈴木禪師所教導，不為成就，不為證明，不為得到什麼。我哋日常嘅壓力，往往就係因為背負住太多想要，太多期待，做一件事就梗係想結果好啦，但係又要擔心其他人點樣睇，呢啲念頭就係額外嘅包袱。如果我哋可以由無出發，即係行動嘅當下，清空呢啲對結果嘅執着，純粹因為件事值得做，或者就係當下應該做而去行動。就好似一棵樹生長，唔係為咗將來成為木材、成為家私，佢只係順應生命嘅本身。如果你效法棵樹咁樣做，唔係為咗目標嘅話，你嘅行動就會變得純粹、輕盈同埋充滿自由。今次邀請你揾一件小事嚟試下，例如行路，試下下一次行路嘅時候，唔係為咗快啲到目的地，唔係計劃緊下一步，唔係喺心入面催促自己行快啲，淨係感受腳踩落地嘅重量，呼吸嘅節奏，身體自然向前。行路純粹就係行路，試多幾次，你可能會發覺膊頭上面嘅重量輕咗。人生嘅樂趣有時唔係在於收穫啲咩，而係在於行動嘅時候嗰份輕盈同埋自由。下一集我哋會一齊返到最簡單嘅一點，禪唔係去一個目的地，而係冇離開過當下。我哋下集見。